歡迎回到我嘅頻道。行程嘅第3日，我哋去到沙魯爾，位於巴厘島東南部。沙魯爾以寧靜嘅海上日出、輕鬆氛圍而聞名。喺呢度，你無需匆忙趕路去遊覽景點，只需要喺椰樹蔭下放鬆身心，享受乜嘢都唔使做，滿度假感嘅樂趣。入住整棟別墅，2個套房連浴室、私人泳池、4個洗手間，距離老街區2分鐘車程。主人套房嘅露台490蚊澳元一晚。冇行程嘅旅行先至係最好嘅行程。想知道呢種自由自在嘅假期係點樣嗎？我哋就一齊出發啦！中午我哋嚟到2分鐘車程嘅老街區食午餐。餐廳嘅總店喺湖布。餐後停留喺老城區行街購物。行攰咗就喺街上邊嘅小店做按摩，輕鬆一下。call 咗車返去 villa， 因為今晚約咗私廚到會去我哋嘅 villa 嗰度為我哋做晚餐。今晚我哋約咗2位 Royal Caribbean 郵輪上工作嘅廚師，
一位退休廚師過嚟為我哋做晚餐。佢哋仲帶埋美女助手過嚟 set up 餐台。人均消費30澳元係一個非常好嘅體驗。我將佢嘅卡片喺度分享俾大家，有興趣嘅可以同佢聯絡啦。食完甜品，我就期待住第二日嘅早餐服務啦。This is my son. Oh, Yeah. His name is Coman. all right. Hi, how are you? Handsome boy. Hello， 早晨。食得開唔開心啊？好開心啊！滿唔滿意啊？好滿意啊！仲有個 main course 未出嚟。俾幾多分我啊？你想話你俾幾多分啊？你小心啲講嘢啊！唔係，我想問下你，即係話係10分，歐樂幾多分咁啊？係咪啊？如果100分，歐樂幾多分？你個心啊10分啦，10分啦，10分係滿分啦。哇！咁都係你個老公俾嘅喎。哇！擁抱啊！擁抱好啊！等我放低個機再嚟同你擁抱啊！重新出發，今日去 Icon Ballymore 2024年6月先至開幕嘅海濱購物中心。擁有巴厘島首間 IMAX 影院，而商場可以直通沙魯爾海灘，同埋號稱東南亞最大室內水上市集為亮點。既然嚟到呢度咯，梗係要去見識一下啦！網羅超過200家店鋪，品牌齊全。嚟到著名嘅椰子甜點專賣店 Tookies 食雪糕，又要影埋成日啲搶鏡，好唔好食啊，小姐？請問你俾個機會我食下先啦。唉，咬啖先啦。幫你試下先。唔係俾我同你試味都得。
山路啊，民風淳樸，冇重型嘅金屬音樂，只有純粹躺平嘅悠閒假期。希望下次返嚟唔會改變。下集預告，我哋會搬去人氣旺盛嘅 Kuta， 感受人間煙火。追蹤我，繼續睇實用巴厘島攻略。